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鋪租賃數據及矚目成交。5月份商鋪租賃宗數約315宗，按月下跌2.17%，按年上升1.94%。5月份商鋪租賃成交金額約3713萬，按月上升21.89%，按年上升28.44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我哋再睇下5月份5大租賃市場矚目成交。第5位，尖沙咀彌敦道172至174號太平洋大廈地下，面積約3888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5萬，尺租約90元，新租客係莎莎。第4位，北角英皇道402至404號地下1、2號鋪，面積約28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8萬，尺租約136元，新租客係 Sukiya 日本牛肉飯。第3位，銅鑼灣白沙道15號地下 C、D、E 號鋪，面積約563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5萬，尺租約799元。第2位，旺角彌敦道580G 至580K 號彌敦中心地下 G1、G2 及 G13號鋪，面積約243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45萬，尺租約185元，新租客係美容中心。第1位，尖沙咀廣東道16號地下，面積約8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55萬，尺租約688元，新租客係英皇鐘錶珠寶。想知道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歡迎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商鋪部。